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家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昨昏结束访问台湾的行程了后，今日中国虽进行军事演练，本地讲是6个战区，今日佫加一个战区对台湾进行封锁。有的演训区亲像小琉球离咱这个国家敢若9公里远，真正是亲门大户。咱台湾国军伫咧全台湾本岛或者是外岛，拢总有封闭，亲像伫咧台东战机挂弹升空，伫咧左营海军有一个立法业这个军舰。中国是咧讲因伫咧下晡1点的时阵，向台湾东北甲西南海峡发射10多辆的这个飞弹，甚至佫发布影片强调讲，对台湾发射的这个飞弹，拢有准确拍到目标。即阵讲是任务完成，解除相关的海峡空域管控。咱国军呢，今仔日是出动战机严守戒备。其实昨咱就看到讲，中国无人机伫咧青门大河，伫咧金门这个所在，咱国军也用信号弹甲因赶走。用时军事的微博打出飞弹升空的影片，讲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这是下晡1点左右，对台湾东部外海实施岛区域多型号火力打击。各动画显示导弹全部精准拍到3个目标，规个时段发射任务圆满达成，解除相关海峡甲空域的管制，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取得了预期效果。东部战区对成果是真满意。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辉表示，中国军队讲话是有准绳的，演训是针对美台小勘连严正的警告，吓惊的意味是真重。虽然飞弹拍到台湾东部的海峡，不过并无证实有飞过台湾本岛的空域。军事学者分析，这个军演并无超过96年飞弹的危机。射飞弹只是这样，那这样代表他还没有去跨过96年飞弹危机那样子的模式。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一点就会变成说，他也不希望这个局势继续再升级下去。虽然飞弹射击结束，不过林英又表示，到测试进程拢要是爱注意强军海空的演训，尤其是夜间的训练爱特别注意，爱防止因偷袭。行政院表示，政府会谨慎来应对，而且守护国家的安全。我们在政府的各部门的协力跟民众的配合合作底下，我们会有所妥为因应，将相关的冲击降到最低。对于中国政府效法北韩，任意在接近其他国家水域试射导弹，外交部我们予以强烈的谴责，并且要求自我克制。外交部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军演和情势紧张。总统蔡英文敢会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回应讲，国安团队甲国军会随时掌握状况。行政院嘛已经拟定5项因应的对策，要来防止外力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有影讲到 Nancy Pelosi 有影无得惊即阵可能全球访问台湾，拢有一寡效应伫咧。尤其昨这个 Nancy Pelosi 离开台湾了后，伫咧官方网站，各一届来强调，中国的打压其实无法度阻挡全世界这个领导人，也是任何人访问台湾。不过也因为中国一直咧呛声，咧抗议，美国白宫强调讲，北京其实无理由将即届访问变作是危机。另外看到 G7 7大工业国的这个国家外交部长车三就做伙联合声明，呼吁中国，你要和平化解台海紧张的情势。有影所有先进国家拢呼吁中国，你就莫起事，莫搁做伤过头激烈，搁喊过的翻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车三结束19点钟访问台湾的行程。伫飞机飞离台湾了后，佩洛西伫官网就随来发布声明，表示讲，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应该是看作美国甲台湾徛做伙的强力声明，并且讲，就算中国伫国际上世界咧打压台湾，不过因无法度阻止世界的领导人，也是讲任何人来造访台湾。中国的解放军随着来展开军事演习。G7 7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伫车三发出联合声明，呼吁中国要爱和平化解台海紧张的局势。白宫伫车三伊定性讲，
国会议长来访问台湾已经是有前例，美国一个一中的政策这是无改变。The G7 just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China's threatening behavior in the Taiwan Strait. Does this letter come with any consequences if China continues that behavior? There's no reason for Beijing to turn this visi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policy, into some sort of crisis. Now that Taiwan is effectively encircled by the Chinese military doing these drills, does the president think that the trip was worth the trouble? We have been very clear there's no change in our One China policy. 英国保守党魁的参选人，也就是现任的外交大臣特拉斯，对中国极力的回应表示无认同，并且呼吁中方都要化解紧张的局势。克林姆林宫是认为讲，这边的行程对区域引起的紧张，袂当甲看作无要无紧。伫个民间的意见嘛，呈现出正无同。伫印度流亡的众人，伊认为讲，佩洛西访问台湾完全合理，中国的反应对美中的关系无通好。甲鸡卵结伫佩洛西的看板顶悬，香港的亲中派人士来到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外口，来抗议佩洛西访问台湾。示威民众正激动，甲美国国旗甲拆掉，来表达出因的不满。不而个嘛有人认为讲，中国袂安尼青帮白帮来行事，因为现阶段无适合改变美中当前的政治关系。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Nancy Pelosi 咧自这个台湾到南韩南韩总统尹锡悦即阵竟然用这礼拜度假休困5天做理由，无安排和 Pelosi 来会面，而且咧因为南韩外交部长嘛出国开会，所以是南韩国会议长出面来接待 Pelosi， 等于是国会议长对国会议长这款规格尔。和 Pelosi 又伫咧台湾、佮新加坡、马来西亚情况争差真济，就风声咧出现讲这个南韩媒体因来讲是毋是 Pelosi 访问台湾？和中国起不不影响到美国甲中国关系较紧张敢是即阵南韩可能要求一个平衡，无要合即个敏感的即个议题。不而个咧，韩国国民感觉有够奇怪，大家拢咧骂尹锡悦政府但是咧今仔日尹锡悦总统府的即个办公室下早就临时发一个通知讲宣布要和即个 Pelosi 来通电话。韩内线嘛报道讲，这可能是受到政界和民众骂声讨论这个下即个压力才有安排。佩洛西到首尔隔港8月7日，就甲韩国国会议长金正票甲其他重要的国会议员见面，主要话题当然就是两韩局势。 양측은 북한의 위협 수위가 높아가는 엄중한 상황에 우려를 표했고 우리 국민들이 체감할 수 있는 강력하고 확장된 대북 억지력을 바탕으로 국제협력 및 외교적 대화를 통해 실질적인 비핵화와 평화 정착을 이루기 위한 양국 정부의 노력을 지원해 나가기로 하였습니다. 佩洛西来台湾访问期间会见咱国总统蔡英文、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等政府高层，引起国内外热烈讨论。中国也按照惯例文攻武吓，所以佩洛西到韩国会面的对象也真受各方的注意。韩国以总统尹锡悦当地度假为理由，无安排甲佩洛西会面，也引起各界联想。 后来是改用电话会谈，伫甲金正票的联合记者会，佩洛西佫声明美国对朝鲜半岛安全的承诺。 The U.S.-South Korea, U.S.-Korea relationship is very strong, and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On our trips, we come and talk about security, and we thank our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for the contribution they make to security. 伫离开韩国了后，佩洛西要飞往亚洲行程最后一站日本。不过，这段行程的效应也未结束。除了中国用军事演习表达抗议，外电报道也指出，中国激烈反应造成区域紧张，一定会成为所来东协高峰会的焦点。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关心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和中国外交部长本地要伫咧柬埔寨进行外长会议，即阵来取消。日本官员就透露讲是台湾局势产生影响所致。另外来关心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封锁台湾演习社会团，用意是伫咧炸伫咧挡美国的这个资源。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党主席之前首相之前，经卫星大臣 Javid 即阵挺 Truss 攻击家己的好朋友 Sunak。
另外看到《New York Times》报道，全美第一个州 Kansas 迄阵通过这个拍泰权的这个公投，结果 Kansas 州然后保留咱讲拍泰权，这阵民主党其中选举就会争取6头来拍泰权来争取保留。上尾来看到《Washington Post》同款报道 ，Kansas 州这阵保留拍泰权，相关组织下知影这个公投大赢的这个关键。再来，大家来关心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时阵，占领Zaporizhzhia这个核电厂，隶属欧洲上大这个核电厂，无法度定期来做检修。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提出警告，佫无开放这个核能安全专家入厂来检查，效果恐惊不堪设想。Zaporizhzhia is completely out of control. 讲到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情况，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署长格罗西真烦恼。扎波罗热是欧洲上大核电厂，2月底乌克兰战争开始打了后无偌久，就互俄军控制。电厂无法度按照正常时程进行维修检查，加上设备零件供应链中断。IAEA 甲操控电厂的乌克兰人员联合了后检判，保证核电厂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You have a catalog of things that should never be happening in any nuclear facility. IAEA 想要派专家进入扎波罗热进行检查，不过互俄罗斯拒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俄国将核电厂当作核武盾牌。乌克兰战争开始拍到打，有人看不到进步。甲俄国总统普京思考真好的德国前总理斯诺德透露，俄罗斯提出停火协商的建议，互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严厉谴责，批评斯诺德背离欧洲价值。泽伦斯基也公告，全球一流冲突，包括台湾受中共军演恐吓，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安全格局无作用。另外，因为战火中断的乌克兰粮食出口是有正面的进展。开战以来，第一只乌克兰牛船伫7日驶离奥德萨港，佮伫7日来到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货物安全检验。Purpose of the inspection was to ensure that the vessel was carrying no unauthorized cargo or personnel. 依照7月俄国甲土耳其签署的乌海粮食咨询协议，由联合国、俄国、土耳其甲乌克兰组成检验小组，同齐执行检查数据。这只运油船载有2万多吨的番麦，伫检查结束了后，将继续开往黎巴嫩。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同款因为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这个现象咧，美国参议院昨日是登票95-1，强势来通过芬兰和瑞典这2个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这也是90年代以来北约组织上大的扩张。不过，要是来等待其他国家完整来批准，恐惊搁要一档的时间。美国参议院73以95票对1票的优势，支持批准芬兰甲瑞典加入北约的入会文件。两党领导人拢认为，安尼对美国伫世界各国的安全真重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密，佮邀请芬兰甲瑞典大使，甲其他外交官员到参议院来见证一摆表决。This is important substantively and as a signal to Russia. They cannot intimidate America or Europe. Their accession will make NATO stronger and America more secure. If any senator is looking for a defensible excuse to vote no, I wish them good luck. 瑞典甲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就此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捌几啊摆警告这2个北欧国唔通加入北约。北约即马30个成员国6月底签署协议，批准芬兰甲瑞典入盟。接落来由各成员国国会通过协议，北约就会当完成1990年代中期以来上大的混乱行动。伫这个情况之下，赫尔辛基甲斯德哥尔摩会当参与北约会议。佮得到更较侪进步，不过也未获踏入北约防御条款的第5条的保护。根据这个条款，对单一成员国的攻击，将会看作是对北约全体攻击。虽然加拿大、德国甲意大利等一寡北约盟国已经批准，不过整体批准恐惊要用1年的时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有影这个芬兰拍算要加入北约组织，美国参议院即阵嘛通过，这芬兰要对厝边国家，也就是罗西亚这民众做旅游签证限制，因为这罗西亚观光客即阵要是走去甲芬兰来佚佗，引发当地民众不满。芬兰要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即阵就伫国会要通过新法案，将罗西亚观光客拒发签证，限制因入境。伫个北欧国家芬兰西南部，甲罗西亚交接边境，这个叫做拉蓬兰台城市，
游览车载着一车的观光客要来遮佚佗，这原本是一件好代志，但是却引起真侪芬兰民众的反感。原来这观光客拢是为罗西亚来的。Jos tämä on ihan niin kuin vapaata tämä venäläisten liikehdintä, ketkä tänne pääsee tulemaan, niin ei se jollain tavalla ole oikein, koska se vie niin kuin pohjan niiltä pakotteilta. Eli kyllä mun mielestä jotain ehkä pitäisi. 事实上，因为罗西亚发动战争攻打乌克兰，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所有甲罗西亚边境有交接的国家，即马已经拢对罗西亚进行制裁，无要发予罗西亚人签证，互因来观光。目前，敢若剩芬兰一个甲罗西亚土地有交接的欧洲国家，还阁继续发签证予罗西亚人。所以，伫今年7月15，罗西亚因为疫情较无遐严重，开始开放国民会当出国观光了后，就有真侪罗西亚人想要来芬兰佚佗，顺续会当为芬兰转去其他的欧洲国家。申请芬兰签证的罗西亚人已经超过10万人啊！因为芬兰目前当地申请要加入北约组织，所以芬兰的国会议员表示，应该要赶紧停止发签证予罗西亚人才对。Ukrainan kansalaisia surmataan siviilejä, naisia ja lapsia Ukrainassa ja toisella kädellä sitten Venäjän kansalaiset lomailevat EUn alueella ja koen, että se on kestämätön tilanne. 罗西亚的观光客听到这个消息了后，拢感觉真失望。一寡真正受到疫情影响，真无简单才等着观光客的店头家，嘛感觉足无奈的。目前芬兰的国会议员已经有提出法案，相信过无偌久，国会应该就会通过对罗西亚人申请签证的限制措施。记者甘恩恩编译。正线要带大家来到美国 Kansas 州，因针对女性拍台权举办公投，当地时间8月3已经有结果，支持州宪法当中保障拍台权的人大赢被20%。Kansas 州嘛是全美头一个针对拍台权举办公投的州，有真大意义，可能嘛对今年11月美国期中选举造成真大影响。看到公投开票的结果，一寡支持拍铁权的人欢喜甲拍扑啊，大声叫，甚至是染斗阵、流目屎。美国的 Kansas 州伫当地时间8月2号，针对是毋是要将拍台权为州的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当中提掉，来进行公投。这项公投的投票率达到5成左右，真侪 Kansas 州的民众拢拼出来投票，可见对这个议题，大家拢非常重视。开票的结果有59%的人投反对票，投票赞成的人只有41%，反对的人赢要加2成，会用的讲是支持拍台权人数的一摆大胜利。I'm super proud to be from Kansas tonight, and I feel like my state just showed up and boldly told me that they a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me and my female friends. 事实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伫今年6月推翻罗斯韦德案的裁示，将女性摕囡仔是毋是合法，交予每一个州家己来决定了后 ，Kansas 州是头一个为着这个议题举办公投的州，所以真有代表性的意义。而且因为 Kansas 州过去几摆的总统大选拢是共和党赢，目前 Kansas 州的议会嘛是由共和党议员占大多数。所以，伫个反对拍铁权的共和党政治势力较大的 Kansas 州公投的结果，支持拍铁权的人竟然会当赢，是非常无简单的。But this was an incredibly decisive victory, and we ran a campaign that was focused on talking to voter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including those, Republican voters. 伫 Kansas 州公投结果出来了后，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就直接对大法官甲共和党呛声。Don't have a clue about the power of American women. 拜登总统嘛，遂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卫生部考虑动用医疗补助基金，互想要去其他州摕囡仔的女性会当得到帮助。刷落去，包括加州、肯塔基州，美国有几来个州拢有拍算要针对拍铁权举办公投。Kansas 州即摆公投结果，毋但是开到第一枪，嘛可能会对今年11月美国的期中选举产生一寡影响。记者甘恩恩编译。过来，这个新闻千万唔通模仿，这是英国一名12岁查甫囡仔，最近因为参加网络顶禁气这个挑战，伫厝内昏迷不醒，送医了后，医生判断已经脑死。那准继续维持性命，无符合患者上好这个对待。但是咧，信基督教这个父母强烈反对，向未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拢被驳回。拜三咧，欧洲人权法院也裁定无适合介入，因为这件案件特殊，伫咧英国也引发医疗伦理的讨论。父母是毋是会当阻止医师陪讲？伫英国是争论的话题。英国一个12岁查甫囡仔牙齿是为时阵好亲像参加网络无开挑战，昏倒伫厝内。送医了后，医师发现状况严重，建议进行脑死检测。牙齿的父母一直反对，向法院提出诉讼。
I don't care what this hospital says. There has not been 1 ounce of support from this hospital. There's been no sympathy. There's been no empathy, compassion. Not 1 single ounce of support. 牙齿爸母信奉基督教，认为医师无权决定查甫囡仔生死。院方是认为，若做患者脑死，强制维持性命，无符合病患最佳利益，应该赔偿。根据英国法律，爸母甲医师对囡仔的治疗意见无同的时阵，法院会当干涉。按过裁决，大部分的依照囡仔的利益，毋是爸母的决定。这个诉讼伫英国上诉法院甲最高法院拢互人驳回。法官认为牙齿的造物真使人同情，按过确实无治好的可能。礼拜三，欧洲人权法院也表示，无应该介入英国法院相关裁决。牙齿的爸母真不满。I wish I could take you all in there to see, like for yourself. It's just unfair. The fact as a parent, we've got no rights with our children. It's disgusting. 这个案件佫引起英国医疗伦理的讨论，因为牙齿爸母是讲有日本甲意大利的医疗愿意提供协助，按过法院的裁定，让牙齿无法度出国接受治疗。因即马希望囡仔至少更了有尊严，已经向英国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将牙齿为病院转到临终关怀中心。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咱讲到这个袂少西方品牌啊，即阵拢退出罗西亚市场，亲像讲啊，这个出名大牌子 H&M， 顶个月嘛宣布结束营运哦，伫咧 Moscow 分店举行清货底大拍卖，结果人是叉。H&M 的店外口排队是排甲落长，一路排到购物中心的门口。这种情形出现伫莫斯科，因为这是罗西亚的民众会当去 H&M 实体店面买衫上买的机会。民众是大家小钱来买衫。Ну что буду делать? Буду покупать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 что буду влезать? 一个有心的负责人嘛，赶紧来买红领衫。Я пришла в детский отдел, потому что везде продается жуткое уродство, а в H&M хотя бы более-менее приличные вещи детские. 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 ，H&M 伫3月底就暂停伫罗西亚的营运。顶个月，即间瑞典牌子正式宣布，伫8月份会开放甲货底销售咧，接续就退出罗西亚的市场。针对阁有另外一间西方的牌子要离开罗西亚，真侪在地民众是感觉真无彩。К сожалению, причина, по которой все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она ужасна. И остальное теряет смысл. Как мы там будем обходиться? H&M 是全球第2大卖流行衫的零售商，原本伫罗西亚有170间店面。伫罗西亚结束营运了后 ，H&M 下了2亿美金，还佫有6000个员工嘛，因为安尼无透露。到目前为止，包括瑞典家具大厂 IKEA， 还佫有美国卖素食的大公司麦当劳等等真有名的牌子在内，目前已经有超过600间西方企业加入抵制行动，退出罗西亚或者是缩减营运的规模。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